更大消息，继续来看，南北港合作已经到最后要宣牌的阶段了。讲国民党的底线是6成的全民调，4成政党的支持度。若是民众党无要接受，安尼就对郭文铁来开战。好友义讲，国民党真有诚意，希望郭文铁甲个人缩小一寡，甲国家放大一点啊。北面媒体所公布的上新的民调嘛来显示，有67%的民众认为应该嘛要来考虑到政党的实力。另外，郭文铁嘛提出讲，进前伊讲，南北会谈的时阵，希望马英九来场，即马有上新的进展。南北第2届的协商，明仔载早起10点要来举行，地点就选伫个马英九文教基金会。有选啊菜头，佮配好话，好友谊到台北的仁爱市场，感受到支持者的温暖。扫街拜票反应佫袂歹，是讲对好友谊来讲，上重要的是甲郭文铁超到什么程度？特别是听讲，那赢底线就是全民调占6成，政党的支持度占4成，若是民众党无要接受，那呢就开战。国民党也很有诚意，不分区代表的提名轮到19号。首要敌人当成民众党的人的国民党的人，我不客气的讲，都是在帮赖清德。那就是真的是党内的这个1450啊。希望个人真的是小一点，人民国家大一点。北面媒体有公布民意调查，无论是歌校配还是校歌配，拢赢过外校配，而且差无偌济。有关南北要安怎比这公平，有12%认为讲只要考虑参选人就好，有20%的民众感觉只需要考虑政党，认为讲2项拢爱考虑的占47%。等于有67%认同爱考虑政党的实力。柯文哲代表民众党，侯友宜就代表国民党。那你再另外做了一个政党支持度，再去加权的话，这样不是有一个疑似灌水的嫌疑吗？看这个办事，民众党对着加入政党实力要有顾虑。只要需要我在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去参加政党合作式联合赛，不是淘汰赛。好友谊依然希望南北会当合作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